歡迎大家嚟收睇我哋呢個介紹分享頻道啦。咁首先恭喜大家啦，已經完成咗我哋嘅 AIMO 初賽。咁接下落嚟咧，等緊大家嘅咧會係我哋呢個 AIMO 嘅晉級賽啦。咁喺呢個分享頻道裏面啦，我哋會同大家講一講關於呢個晉級賽嘅資訊啦，同埋你會見到啲咩題目啦，諸如此類嘅。好，咁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即刻開始啦。咁就等我同大家講解一下呢個亞洲國際索羅倫匹克公開賽啦。呢個比賽咧就由亞洲國際索羅倫匹克聯合會主辦嘅，由2012年舉辦至今，係最權威嘅國際索羅倫匹克賽事之一。每年喺香港區嘅初賽都吸引到2萬名嘅學生參加，係國際間唔同教育機構嘅數學能力參考指標。而呢個比賽咧嘅宗旨咧就透過舉辦競賽咧，去激發同埋培養青少年學習數學嘅興趣，強化同埋提高青少年嘅創新思維能力，擴展咧唔同嘅地區同埋國家啦嘅青少年嘅國際視野。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啦嘅總決賽咧，每年喺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舉辦嘅，吸引超過20個國家同埋地區嘅代表隊參賽，係名副其實嘅殿堂級奧數競賽嚟㗎。而喺比賽資訊方面啦，今年嘅晉級賽啦就會喺2026年嘅4月19日星期日舉行嘅。喺小一方面啦，咁佢係決賽嚟嘅，咁就會有75分鐘啦。而小二啦都係75分鐘，小三去到高中咧就會有90分鐘。全卷分為3個部分，一共25題，滿分係120分。甲部咧就有第1到第10條，每題4分，一共40分。乙部咧就有第11到第20題，每題5分，一共50分。而丙部咧就有21去到25題，每題6分，一共30分嘅。而喺獎項方面咧，每級都設有呢個冠軍、金獎、銀獎同埋銅獎嘅。冠軍就係每級嘅第1名啦。咁然之後咧，每級嘅頭嘅8% 啦，就會有金獎，再跟住嘅16% 咧就會得到銀獎，再跟住嘅24% 咧就會得到銅獎嘅。而喺小二去到高中組獲獎嘅同學咧，更加可以獲資格參加喺8月20號喺河內舉行嘅總決賽添。好啦，咁大家到底會喺呢個晉級賽裏面啦，見到啲乜嘢樣嘅題目咧？咁啊，以下嚟睇一個例子。第一，佢就話啦，設 x 同埋 y 啦係正整數，求 x 二次再加 2y 二次再加 4x 再減 12y 等於122嘅解組數目。點樣做呢種題目？我哋咧就會考慮呢個二次不定方程啦，同埋配方法嘅。好啦，我哋首先睇下條原式先。條原式係咁樣樣嘅。我哋會點樣做咧？我哋會咧將佢擺翻好先啦，即係 x 一堆啦，同埋 y 一堆啦。然之後咧，咁我哋想做咩咧？我哋頭先話我哋想用配方法嘛？點解啊？因為咧你而家有2次方同埋有1次方，而仲要有2個未知數喎。對於我哋嚟講啦，其實即係有4樣嘢一齊變緊嘅，係咪？咁我哋搞唔掂嘅咁樣。咁所以我哋想將佢變化嘅程度，即係不確定性啦，你可以咁諗，減少先。咁我哋就會想用配方法將佢2次方同埋1次方合併佢。咁我睇下先 ，x 2次再加 4x， 咁我哋要將佢配方法，咁要咩啊？1 4後面就要跟個4啦，所以就加個4。而後面啦 ，2y 二次減 12y， 即係如果抽咗2啦，就係 y 二次減 6y 啦，所以後面1 6要跟個9，要乘翻2啦。咁所以咧就要加多個18。咁我哋將佢整合，我哋就會有 x 加2嘅2次，再加 2y 減3嘅2次，等於144。而留意一下啦，當中係2次加2次啦，係咪？好，咁我哋要留意嘅就係話 x 同埋 y 咧都係正整數嚟嘅。咁而當中咧2乘 y 減3嘅2次係偶數。咁所以咧前面嗰部分，因為你144係偶數嚟噶嘛，你一個唔知乜嘢加偶數等於一個偶數，即係代表你最頭嗰個 x 加2嘅2次方，呢個唔知乜嘢啊，都應該要係偶數嘅。咁我哋就可以試少啲啊。好，跟住因為不定方程咧，我哋就會用試數方法啦。考慮下先 ，x 可以係2、4、6、8、10。好，點解冇再上啲咧？因為頭先輕輕提過嘅，可能你冇為意啦。因為我頭先講過，呢兩嚿嘢係2次方加埋一個正數，係咪？咁所以另一句説話嚟講啦，呢幾嚿嘢
一定唔會細過0啦，亦都唔會大過144，係咪？而 x 加2嘅2次方要唔大過144，咁 x 就唔可以大過10，亦都唔可以0啦。OK， 因為佢正整數嘛。好啦，咁所以咧我哋知道佢應該係2去到10嘅雙數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 x 係呢幾個數字嘅時候，對應嘅 y 係啲咩先？好，我哋畫個表啦。好啦，對應嘅 y， 好，計一計啦。如果 x 係2嘅時候 ，x 加2嘅2次方會係16，咁隔離佢嘅拍檔就為128，對應咧y 咧就會係11。好，咁跟住咧，如果 x 係4啦，咁 x 加2嘅2次方就會36，佢拍檔就係108。108除2係54啦，54好明顯咧唔係一個平方數嚟嘅，咁所以 y 係冇數字嘅，亦即係呢一行咧就係唔合理嘅解，咁即係唔要嘅。好，再睇，如果 x 等於6嘅時候咧 ，x 加2嘅2次方就會64啦，然之後咧2乘 y 減3嘅2次方就會80，咁80除2啦就係40。我哋見到都應該唔係一個平方數嚟嘅，係咪？好，如果 x 等於8咧，咁 x 加2嘅2次方就會係100，佢隔離嗰個咧就會係44，44除2係22，咁見到啦 y 應該都係唔存在嘅。而如果 x 係10嘅時候咧，咁我哋會見到 x 加2嘅2次方就會係144，隔離咧就會係0，而0除2係0，開到方嘅呢嚿嘢。咁對應嘅 y 咧就為3啦。咁我哋剔除咗啲唔要嘅嘢之後啦，咁我哋發現咧組解數目就係2啦，得翻2個，亦即係話得翻 x 同 y 等於2同11，同埋10同3兩個組解啦。OK， 好，如果冇問題嘅話咧，我去下面一題咯。好，我哋嚟到第二條，第2。好啦，佢就話咩啊？佢就話咧 A1 啦就等於2啦 ，A2 咧就等於5。對於所有正整數 n 啦 ，an 加2等於7乘 an 加1再減10乘 an， 求 A10 減 5A9 嘅值。呢種題目我哋見到佢係一個數列嚟嘅，咁點樣做咧？咁我哋咧就會考慮呢個遞歸數列同埋呢個數項嘅關係嘅，即係點樣咧？我哋會想嘗試揾到一個關係式，令到我哋可以將呢一個A10同埋 A9 化簡或者降階啦，降做可能 A9、A8，跟住再變做 A8、A7 咁樣。咁點做咧？我哋就對佢嗰條關係式 AN 加2等於7A 加1再減10AN 去處理啦。咁即係點做啊？我哋寫一條式出嚟先啦。咁我哋將佢重寫成咁嘅樣。因為我哋見到嗰個題目要嗰樣嘢係 A10 減 5A9，即係1比5嘅。咁我哋就將5個 A 掉過去左手邊，呢個 A 係攞 AN 加1啦。好啦，咁而右手邊咧，我哋就會剩翻啦2個 AN 加1同埋10個 AN， 啱啱好係5倍嘅。咁我哋咧就抽埋個數據，我哋發現 AN 加2減 5AN 加1就會等於2乘以 AN 加1再減 5AN， 即係我哋發現咧降一階就會多咗個2出嚟啦。咁我哋寫翻原式先，我哋要嗰條題目嘅答案就係 A10 減 5A9， 咁就可以將佢化簡成為呢個2乘以 A9 減 5A8。好，再做再降一階，咁我哋就會多一個2乘咗出嚟啦，即係2嘅2次方。好，跟住就會變咗 A8 同埋 A7， 如此類推，去到最後我哋就要諗啦。咦，如果我去到 A2 同 A1 係幾多咧？咁我哋可以對住最尾或者最頭嘅數字去處理嘅。咁我哋發現啦，我哋假設對住 A10 同埋 A9， 即係最頭嗰個數字啦。A10 變 A9 一個2 ，A10 變 A8 咧就2個2，咁所以 A10 變 A2 啦，咁就10減2，即係8個2，所以2嘅8次方嚟嘅呢個。好，咁跟住咧，我哋會可以代翻數字落去。A1 等於2，A2 等於5，代翻落去我哋有2嘅8次方乘以
括弧5減5乘2，咁所以答案我哋有-1280。好，如果冇問題咧，我哋就係去下一個部分㗎喎。咁跟住落嚟啦，就除咗我哋頭先講嘅2條例題之外啦，我哋仲安排咗一啲題目咧，俾大家可以試一試新手。好，大家咧可以睇一睇呢條題目啦。咁如果大家試完之後咧，喺呢個影片嘅最後啦，我哋會有呢個答案俾翻大家睇一睇嘅。好，咁大家可以睇一睇接下落嚟嘅呢6題嘅題目。咁我哋咧就為咁多位啦，想參加我哋比賽而挑戰自己嘅學生啦，準備咗呢個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特訓計劃。咁我哋呢個特訓計劃咧，就一個課節啦，成3個鐘頭啦，100% 咧就完全模擬比賽實況，等咁多位啦可以熟習呢個比賽流程啦同埋運作。而我哋咧係由有經驗嘅奧數導師啦，按官方授權資料咧去分析試題，同坊間嗰啲虛構分析咧係完全唔同嘅。咁而咧，各位有興趣想報名我哋呢個晉級賽特訓計劃嘅話，又可以喺邊度報名呢？各位咧可以喺我哋嗰個晉級賽邀請函上面報名啦。而除此之外啦，我哋亦都有呢個線上特訓課程嘅。咁內容咧同實體課程係相同嘅。咁咧我哋都係由呢個有經驗嘅奧數導師啦，喺影片裏面咧分析試題去教授大家。而特點就係咧唔受時間同埋地點限制啦，可以喺60日裏面咧無限次重溫模擬試題嘅。咁如果有興趣報名呢個線上課程嘅話咧，就可以喺下面呢個網站度報名啦。咁嚟到我哋影片最後啦，咁我哋咧就俾翻前面嘅6題嘅題目啦嘅答案咧，大家望一望啦。咁樣咧就希望咧喺我哋嘅晉級賽咧可以見到大家。拜拜。